我觉得你特好。哎，珊珊，你嘛呢？我们陪客户喝酒呢。客户重要还是老婆重要啊？怎么了？你们家可风可是喝多了啊，还不赶紧把他给接走？什么？他为什么喝酒啊？为什么你还问我？我怎么知道啊？肯定是你招他了呗！赶紧的，原停，快点啊！珊珊，这是我特意为你的朋友准备的蛋糕，这好吃吗？我就想喝。来。我送你的。珊珊，嫁给我。这不行，这我得问一下我的姐妹们，咱们是有规矩的。哎，怎么样啊？啊？珊。我的，就是。我的。这儿的杨大伟。怎么了？啊？干嘛去了？怎么才来啊？喝酒啊？哎，你这一身的酒气，我说你媳妇儿也喝多了，你也喝多了，你干嘛呢你？你老婆怎么了？郁闷成这样，怎么欺负她了？可风，怎么了？这喝那么多干嘛呀？你给她擦擦嘴吧，你看那嘴。不用擦，回家再说。走，走，回家。哎呦，回家了，回家了。哎，为什么不回去啊？你都问那个哪个呀？做啊！哇，这么脏啊！啊，主任也不管你了吧？啊？唉，不知道又去哪儿了。说吧，这回打算回来待多久啊？你跟麦克到底怎么回事？啊，大姐，你真是我大姐，你今天能不能别问关于我的问题啊？好吧，你要实在不愿意说呢，那我就不问了。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呗。干嘛？反客为主啊？哎不，今天你带我参加那走婚俱乐部什么情况？神叨叨的。我们这个城市走婚俱乐部，是一个给女性从生理到心理全方位爱抚的一个组织。你以为你的头顶上戴着光环呢？是。不过我想请问，头顶上戴着光环的幼稚小姐，其中有一项男人的技能要比女性强，是指哪一项啊？好吧，看在咱俩10几年的交情上，今天我通通告诉你。
什么东西？走婚俱乐部城市走婚倡导者。嚯，神一样的组织啊！喂，神一样的组织。你好吧，要经常洗澡，洗澡才是个爱卫生的好宝宝，知道吧？闪闪，你别嚷嚷，大呼小叫的，别惊着我们家闪闪079了。哎，干嘛？看，马场会所的金银盒子，假的吧？货真价实。我已经跟你们刘总达成了协议，他负责出场地，我负责经营，我们两个五五分账。baby， 我得去准备一下了，因为我下周马上就要开业了。下周就要开业了，这也太神速了吧？是的，谁能跟钱过不去呢？哦，对了 ，baby， 你知道的，像我这种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女人是不可能天天在厨房里边跟柴米油盐酱醋茶在一起的，所以我聘请了一位厨艺精湛、经验丰富，而且性格特别温顺的名厨